款的福气，透过咱来含主三千君，含这位天父上帝三千君，搁一届真做是一个有福气的人。伫咱开始分享上帝话语进前，咱做伙搁来同心，做伙来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知真做是你的儿女，是一件非常有福气，是一个非常有恩典的代志。主啊，当阮的性命发出这款的声音讲，是天父上帝，你就是我的上帝，你就是我的主，你就是我的王。当阮的心中安尼确信的时阵，主啊，你也来亲近阮，你也将你属天的福分也下落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。主啊，求你伫即时，互阮会当领受着这款的福分，特别要透过你的话语，搁一届来明白你对阮每一个人的心意，了解你对阮每一个人的祝福。求主，互阮伫这个时刻，阮通安静阮的心，无受任何代志的阻挡，无受到任何代志的搅吵，互阮通专心伫你的话语中得到帮助，得到快乐，得到生命的成长。愿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伫今仔早起是牧师要含大家做伙来分享这段圣经上帝的话语。咱拄仔头前伫启用的时阵，咱嘛有用启用的方式做伙读这段经文。伫拄仔咱的书会嘛，搁一届读这段经文。今仔的信息的分享，咱嘛共款要用这段经文，要透过这段上帝的话语，来真做是咱每一个人生命的帮助。咱嘛做伙学习，伫这段上帝的话语中，咱安怎来回应上主伊美好的旨意。伫过去，牧师分享三个系列，头一个在讲生命的更新，然后讲生命的起造，然后讲生命内在的更新甲改变。今日要继续来分享是生命的结连。当咱的生命更新的时阵，生命重新起造时，搁较重要。后一步就是咱的生命爱安怎会当有好的结连？咱的生命爱安怎继续延续落去？毋是只有徛在，毋是只有家己起一栋厝尔。搁较重要的是爱安怎你的生命有结连？而且像拄仔经文伊所讲到，伊讲这个结连的生命最后是会结果子出来。伊讲这个有含上帝、含耶稣基督结连的生命，最后是要结出果子来的。但是今日重点无要放伫安怎结果子，也是讲结果子要结偌济果子，较叫做好的，也是讲爱安怎结出偌济果子，安尼较是正确的。今仔日咱将咱的焦点放转来讲，什么叫做结连？什么叫做咱生命的结连？伫咱的这个段经文内面，特别是约翰福音第13章到17节，这段经文是耶稣伊准备要去定十字架进前，耶稣对伊的门徒有侪的提醒，对这个门徒有侪的鼓励。所以，若有叫你为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拢在写这个代志，就是耶稣含伊的门徒最后斗阵的时阵，耶稣甲因教导，耶稣甲因提醒，耶稣甲因鼓励，因为搁无过偌久，耶稣要离开因，耶稣要行十字架的道路，所以耶稣伫遮甲门徒有侪的提醒。耶稣准备要离开因啊，但是实际上，这门徒其实因无非常完全清楚。无非常了解，因煞来要面对一个非常大生命的震动，因毋知因的生命准备要面对一个非常大的改变。这门徒可能只是认为讲，这是倒是一个暗顿，耶稣含因斗阵，亲像平常时含因对因讲道、对因分享、对因提醒鼓励。
但这门徒可能佫无完全了解，刷来因的生命拄着真大的震动，因无了解因的生命的真大的改变，因为耶稣要离开因啊。当你为圣经继续看，你就知，当耶稣离开因的时阵，要定时日给耶稣互人掠去的时阵，这个门徒因发生什么代志？有人逃走去啊，有人非常惊吓，有人毋知要安怎，有人无认耶稣。这门徒佫毋知要安怎，可能佫毋知要安怎面对这个改变，面对这生命非常大的挑战。但是咱看今日经文，耶稣无甲因讲，好，恁煞来拄着真大的困难，恁会可能做着真大的挑战，所以我甲恁讲，恁爱做某一款的事工，恁要有某一款的策略，恁一定要做着什么代志，恁安尼才无问题。耶稣无安尼甲因讲。耶稣颠倒转到，甲因讲，转到一开始，邀请因转到一开始，因和耶稣的关系。耶稣无直接讲，恁着爱安怎做。耶稣无讲，当我要放掠去的时，你应该安怎做？你爱有啥物策略？你爱安怎分配？当我离开的时阵，你爱用啥物款的方式？耶稣伫这个所在无甲因讲遮的，伊只有甲因讲一项代志，就是邀请因转到一开始和耶稣相拄的时阵，迄款的感动。而且和耶稣做伙相拄的时阵，因是安怎结连因的生命的？耶稣用这个譬喻，伊讲葡萄树，甲葡萄树的树枝。耶稣用这个譬喻，对当时这个门徒，甚至对当时的犹太人，因是非常通伊当完全了解耶稣在讲啥物，伊会当完全了解耶稣在讲啥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葡萄树，伫迄个以色列地区，伫迄个巴勒斯坦地区，迄是一个非常会当互因非常了解的，因的生活中一定有这个水果。所以当耶稣在讲这个譬喻的时阵，这门徒会当了解哦，耶稣在讲葡萄树，在讲葡萄树和伊的树枝，这款的关系，门徒会当通了解。而且耶稣用这个葡萄树讲，最后甲因讲恁会结果子。这个葡萄树和这个葡萄树的树枝，若是连做伙的时阵，会结果子。当然，咱今日看这段经文，对咱来讲，其实嘛袂讲敢足青分，也是讲这个经文耶稣的譬喻咱看无。因是伫台湾，咱嘛会当食到葡萄。伫台湾，咱嘛会当看到葡萄，特别伫台湾有侪无共款品种的葡萄。但是，当耶稣在讲这个譬喻，当耶稣在讲的时阵，对这以色列人，甚至对这当时在听的人，有搁较重要的意义。这个葡萄树伫圣经内面有搁较深的意义，伊代表是以色列人，代表是规个犹太的国家。代表是规个犹太的民族，会当代表是遮个人因的生命的根源，代表是因遮个人因是对来的，代表是遮个以色列人因对来的。葡萄树的比喻伫圣经内面搁较深，代表就是遮个犹太人，代表遮个民族。比如伫圣经内面，咱会当看见诗篇第80篇第8节，这个诗人安尼讲。伊讲：上帝，你对埃及带出一丛的葡萄树，你将外邦的人赶走，将这个树栽伫这个所在。伊咧讲，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这以色列人亲像葡萄树一样，然后因到伫迦南地，将这外邦人赶走，将葡萄树以色列人栽种伫遮。以赛亚书第5章第42节安尼讲，伊讲以色列就是上主万军统帅葡萄园，犹大人民就是伊细心栽培的葡萄树。你看去圣经常常葡萄树在描述以色列人，而是描述这个民族。所以当讲到这时，就想到哇，这和我的生命是有关系，这和我对倒位来是有关系。所以咱看圣经常常看到葡萄树、葡萄园，有更较深的意义，是在代表这个圣经，这犹太人因的生命的来源，因生命的根源。但是对咱今日看这经文的时阵，耶稣嘛在搁一摆甲咱提醒，甲咱讲，咱生命的根源是对来，咱生命
会开始是对来。咱搁一个回到拄仔咱所看的经文，这段经文有不断有这个字不断在出现，葡萄树的这树枝结连，葡萄树的果子，而且写讲搁较侪的果子。当咱第一摆看到这个经文，也是头一看经文，咱可能拢会先注意到一项代志，叫做会结果子，叫做会结真侪果子。可能咱第一摆先看的经文，第一摆看咱会看，哇，这是真非常充满祝福的经文。耶稣讲，咱的性命会结果子，咱的性命会结搁较侪的果子。当然，耶稣基督安尼甲咱祝福，祝福咱的性命是丰盛的，祝福咱每一项是会结果子的，祝福咱的工作，祝福咱的家庭，祝福咱学校、咱的学业，咱各项代志是会结果子的。但是较重要，这条经文。伊毋若讲结果子，伊毋若讲有搁较侪的果子，伊搁较重要中有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，就是结连。有一个非常的重要的关键，就叫做结连。若是无结连，这个葡萄树和树枝都袂有搁较侪的果子，果子袂家己发出来，果子袂家己生出来，无结连。这个树枝无结连伫葡萄树顶面，是袂有任何的结果的。所以今日透过这段经文，咱嘛搁一摆来思考咱的性命。无说今日分享的这个信息的主题，无论你是已经伫这个信仰，你认捌这个信仰已经足久啊，还是你搁咧敲吹，还是你搁咧慢慢咧认捌，甚至你今日是第一届来，无说拢要邀请你做伙来思考。你的性命即马到底结连伫啥物所在？所以第一个透过这段经文，性命的结连是咱对主的认捌中来建立。第一个这段经文，互咱一个会当学习的代志，就是性命的结连是咱对主的认捌中，咱来建立。第一开始的经文安尼讲。耶稣讲：“我是真的葡萄树，我的爸是种葡萄的。连伫我搁无结果子的枝，伊就甲伊修剪起来；有结果子的枝，伊就甲伊修剪，互伊结搁较侪的果子。”耶稣伫一开始讲：“我是真的葡萄树，我的爸是种葡萄的。连伫我的无结果子的，伊就将伊剪起来；有结果子的。”伊就甲伊修剪，互伊结搁较侪的果子。耶稣讲有真的葡萄树，安尼代表就有假的葡萄树。当耶稣讲有真的葡萄树，安尼代表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有假的葡萄树。这个真的毋是讲，毋是只有讲啊较好尔，只有比较起来，哦，这个看起来较好。伫原本诶，这个意思内面，伊讲这是唯一真实的，是无法度通取代的。这个真的意思是真实唯一的，是无任何物件通取代去的。当耶稣在含这个门徒讲这个譬喻，当耶稣讲我是真的葡萄树，拄仔讲代表有假的葡萄树。伫当时耶稣的时代。圣殿已经搁起来啊！伫犹太人的历史中，圣殿有毁坏过，但是慢慢建立起来，搁有重起起来。到耶稣的时代，迄个圣殿搁重新建立起来。但是耶稣迄个时代，圣殿建立起来的时阵，当时的希望搁继续将这个圣殿继续起造，继续互伊搁较水。伫当时有一个历史写历史的人，伊叫做约瑟夫。伊伫当代，伊记录即个犹太人的历史，有一段话安尼描写，伊在描写即个圣殿。伊讲即个圣殿入来的所在，伊讲全部拢搭金仔，这条啊拢搭金仔，门拢搭金仔，全部拢搭金仔。另外，伫即个门口顶面，阁有一寡金的葡萄树伫遮，顶面有。挂了非常侪和人共款悬的葡萄，边有一个图，
这个是有人看到这个文字当时所写的，伊所想象的，因为这个圣殿已经完全毁坏啊，所以嘛无人看过真实像这啥物模样，所以有人就用这个所描述的所甲画落来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圣殿的门口，这条啊，哇，全部拢是金的，金光闪闪，水气千条。但是伫这个边仔这两边，你若甲真足甲看，有侪的葡萄伫迄个顶面，有侪葡萄伫顶面。然后你看上边有一个祭司，伊爱爬起哩，因为葡萄伤济啊，挂袂了，伤悬啊，所以爱爬楼梯爬起哩。而且这个葡萄虽然是用金做的，但是这个葡萄是会生长的。这个葡萄是会慢慢啊，愈生团愈济。因为每一当若有人来到耶路撒冷，伊到伫圣殿，伊就会带金的葡萄，带着金的树叶啊来奉献，为着要互这个葡萄会当继续连落去。这个葡萄也家己生长，因为逐当有人来的时阵，因就摕金的葡萄摕来奉献，金的树叶来奉献。这个写历史的伊嘛安尼讲，伊讲若是要清洗这个金的葡萄，也是讲挂了伤济旧的要甲摕落来的时阵，爱需要300个祭司才有法度将伊摕落来。所以你通想象，这个葡萄是偌尔啊济，这个金的葡萄是偌尔啊济，爱300个人才有法度甲摕落来。但是咱问一个问题。若无黄金的人要安怎？若无黄金的人要安怎？伊敢有法度通奉献？无黄金的人，伊敢有法度继续含这张金的葡萄树结连？伊敢有法度伫这张金的葡萄树顶面得到啥？安尼是毋是失去结连的机会？咱甲问一个问题是：若无人奉献，这个葡萄伊敢会家己自然的生长？若是无人做这项代志，这个葡萄树伊敢会家己生长？其实这个葡萄树伊是袂家己生长的，因为伊无生命力的。这看起来真水黄金的葡萄，看起来敢若会生长，敢若会愈来愈济，敢若需要300个人才有法度将这个金的葡萄摕落来。但是实际上，这个葡萄是无生命力的，因为这是努力来的。这个葡萄是大家努力来的。努力将这黄金摕来，努力想要含这个所在有结连，努力想要靠家己的方式，会当将家己所放的葡萄当挂伫顶面。这人是努力来的，但是无黄金的人要安怎？是因无够努力吗？是因做了无够济吗？但咱的毋是失去结连的机会吗？咱的生命常常嘛拢非常努力的结连，咱的生命嘛拢常常非常拍拼的结连，为着某一项代志，咱真拍拼，咱拢真努力，咱拢总期待某一项代志会当成长，会当大汉。可能咱伫咱的经营、咱的家庭的关系，咱足努力、足拍拼；可能伫咱的事业顶面，咱足努力、足拍拼。可能伫学校的学习，咱做努力足拍拼；伫咱和人际的关系中，咱足努力足拍拼；伫你要传福音，你要找人转来伫教会，你非常努力足非常拍拼。但是到最后，你会发现，多数的时阵，最后忝的人是你。最后你发现，你家己非常的忝。最后你发现，你努力去追求的结连，你努力去拍拼，努力去做的代志，最后变做是你家己非常的忝。问题出伫佗？问题出伫咱拢不断靠家己在努力想要结连，咱却无认捌这个真的葡萄树，咱却无认捌这个耶稣讲我是真的葡萄树。耶稣讲，连伫我的就会结果子，互伊结搁较侪果子。我意思毋是讲咱就莫努力，咱就免拍拼，拢全部拢交互耶稣就好啊。是咱努力敢有对方向，
咱敢有真正明白这个主伫咱的性命的作为是啥物？咱敢有真正将咱的性命结连伫正确的所在，还是依然不断靠家己的性命在打拼、在努力？认为我只要我够努力就好了，爱拼才会赢。还是真正恁的性命的源头有遮伫正确的所在？你敢有对这个主真正正确的认捌？咱拢知咱的手机要无电的时阵，你的充电器插起哩，你袂着放伫遐伊家己的充电，你一定要插去插头啊！你若无插去插头，你的手机袂充电啊！你充电器放伫你手机嘛是会无电啊！你可能认为讲啊，可能是我延长线加了无够，所以你延长线接较搁较长，但是延长线的头可能嘛无再去插头啊！有时咱非常努力打拼，咧做某件代，但最后啥物拢无，就是因为咱无发现咱性命的源头接毋着所在。若是咱将咱错误的性命连接到伫错误的源头，咱可能将信仰的生活变做是一种表现，甲变含主结连，真做是一个重担。咱若是将咱的性命连接到伫个错误源头，你会发现为虾米我遮努力伫我的家庭的经营，我遮努力伫我的事业打拼，我遮努力伫这项遮侪代志，拢真做是一种重担。所以耶稣伫第一段经文伊讲，耶稣讲我对恁的信是已经互恁洁净啊。耶稣讲我的信是已经对恁已经洁净啊，互恁清气啊。这个清气。第30个这个清气和第1节的这个修正，伊是同一个意思。当咱的性命拢不断在结连的时阵，不断在找源头的时阵，耶稣甲咱讲强代，伊的信是帮助咱，互咱知伊是迄个真的葡萄树。修正这也是清气，是帮助互咱的性命的源头会当正确集中，互咱的性命真正咱集中伫迄个正确的源头，互咱通认捌认捌。当咱真实认捌主的时阵，真实认捌这个真的葡萄树的时阵，咱性命所结连的才有法度慢慢建立起来。上帝伫咱性命中会修正清气，无一定是从迄个歹物件摕去。我想大部分人拢会当非常明白，啥物叫做好的，啥物叫做歹的。但是上帝往往要清气修正的，要摕去的，有时阵是咱看起来袂歹的代志。但是却分散咱性命焦点的代志。有时阵上帝要提走的是，咱可能看起袂歹哇，但实际上却妨碍咱性命正确焦点的代志。耶稣毋是性命其中一个选择尔，耶稣是性命中唯一的源头。耶稣毋是咱性命中最选择中的其中一个。为是讲，这非常侪选择讲啊，我今仔日结连伫遮，今结连遮，后今结连伫耶稣，是原本咱性命唯一的一个源头。所以伫诗篇的诗人127篇第1节，伊嘛安尼讲：若毋是上主起造厝体，起造的伊所做的，就拢无效；若毋是上主来保守保护，迄个看守的人，伊所看守的，就拢嘛。无任何的效果，所以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真正是为清楚的明白、清楚的认捌，主是咱性命中的源头，唯一的源头，毋是靠家己打拼努力，过到最后失去了你原本一开始所做这项代志的热情。所以，刷来第二个，无需要继续来分享，那安尼。当咱清楚认捌讲耶稣伊是真的葡萄树，那安尼咱嘛要伫和主的关系中，咱要得到能力，咱嘛要和伫主的关系中来得到能力。约翰福音第15章第4节经文继续安尼讲：恁着不时甲我结连，我就不时甲你结连。既无连伫葡萄树，家己嘛袂结果子。恁若无甲我结连，嘛是安尼。第5节，耶稣讲：我是葡萄树，恁是枝。甲我结连，我嘛甲伊结连的，会结真侪果子，因为无我，
恁袂当做啥物？因为若无我，恁袂当做啥物？伫台语的圣经，伊翻译叫做不习；国语的现代中文译本，伊讲长根。和合本，咱较熟的和合本，伊是讲常在。但无论是对一个翻译，伊的意思拢是无离开，伊的意思拢是代表讲无离开，伊的意思拢是讲是非常亲密，是三结连的，是连做伙的。这描述一种关系的状态，这描述一种关系的状态。耶稣将这个焦点变对人物。到伫关系，若是讲对哇有一个真诶葡萄树，若是讲哇有一个生命诶源头，耶稣将即个焦点，搁一摆推往后一个无共款诶部分，互咱看去，毋是只有人物尔，搁较重要诶是关系。咱必须爱非常诚实问一个问题：你若是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真做是你诶救主，你若是已经伫即个信仰，你已经认捌足久诶。你嘛爱必须不断问家己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即马敢毋过有带伫含主的关系内面？你若是搁伫认捌这个信仰，甚至你若是第一届来，我嘛要邀请你思考，我即马敢愿意试看觅，搁较深来认捌主，含伊建立关系？咱必须爱非常诚实问一项代志，就是我即马敢阁有含主的关系，敢阁有带伫伊的内面？我敢有常常来找求伊？我敢有常常读伊的话？我敢有常常敬拜伊？我若是问讲你顶一届祈祷的时阵是啥物时刻？你顶一届敬拜时阵是啥物时刻？你可能讲20分钟，因为咱拄好做伙敬拜而乐。但是除了伫今主日以外咧，顶一届你含主有这种亲密的关系，你伫伊面前祈祷，伫因敬拜，伫伊面前求讨是啥物时刻？你敢有不断带伫含主的关系内面？无需要用这样代志含大家来披露。最近这2-3礼拜，无需拢有机会到伫北部去参加咱教会青年的这个结婚的礼拜。因为这青年拢伫北部工作，还是生活伫北部，所以无伫咱教会举行礼拜。但是我嘛到伫北部去参加去主持。当要结婚的时阵，咱拢会知，无需拢会问一个问题，拢会邀请这个要结婚的新人，问因无需问问题，然后因爱誓约，爱讲出对彼此的这个讲出对彼此的话。但是伫迄个时刻，我搁一摆来思考一项代志。当你来到牧师问讲，牧师，你已经结婚偌久啊？你来甲牧师讲，牧师，你也结婚偌久啊？我袂甲你讲，我2当前我有结婚。你一对新人徛伫台前，正人和上帝面前因誓约的时阵。因的誓约，因两个婚姻袂停留伫迄个时刻。当我若甲你讲，我伫2当前我有结婚的时阵，安尼是一个真奇怪的回答。同款，今日问你，你即马敢有带伫含主的关系？你可能回答讲伫我迄受洗礼迄个时刻有，伫我认捌的迄个时刻有，那即马呢？耶稣讲，亲像即个葡萄树的树枝，无含葡萄树结连一样，就无法度通结果子。当即个葡萄树的树枝若讲我顶礼拜有念过啊，我捌念过，
但是这代表一项代志，伊即马无念的。当手机无念的时阵，代表一项代志，伊准备要高大起来。当这个手机讲啊，我顶礼拜我有念过哦，顶礼拜我后面这个葡萄树我有念过哦，但是意思是啥？我即马无念的。但是这嘛代表一项代志，伊刷落来，伊要高大起来。耶稣讲，因为无我，恁嘛无啥物都无法度通做。若无借着我，恁啥物物件就无法度通做。看起来敢若耶稣咧共威胁，耶稣共警告。但是这毋是一种威胁，毋是一种警告，是一个非常清楚通了解的。毋是葡萄树的树枝家己结果子，是葡萄树的树枝透过葡萄树，伊才会结果子。耶稣咧讲，这毋是一种威胁。毋是做一种警告，伊咧甲阮讲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，就是毋是树枝家己会结果子出来，是树枝伊透过树啊，伊才有法度结果子出来。当耶稣讲会结果子，生命有得到能力，生命得到气力的时阵，毋是讲家己做了偌济，毋是讲这个树枝偌年啊拍拼。是因为透过个人自然而然有流出这个生命来。当耶稣在讲结果子做，讲有得到能力、得到生命的气力的时阵，毋是讲这个树枝做偌济，伊偌尔拍拼，是伊透过个人，伊会当流出生命来。大无输要就来台前的时阵，我有摕一个篮起来。可能有人好奇讲，这个篮倒咧放伫遮是要创啥物？我互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篮放啥物？真水的葡萄，真水的葡萄，对吧？这个可能等下无够爱心午餐食啊，无够哈，嘛无法度通分互爱心午餐第二顿该使用哈。你看这个葡萄真水对吧？看起来真好食。但是当我等下甲一个葡萄摕落来，我食入去的时阵，这个葡萄的树枝敢会发家己生出葡萄出来？这个葡萄敢会这个葡萄的树干会家己发出葡萄来？袂阁发出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袂阁发出来啊？伊这个葡萄会当甲家己讲发出来，连连都发出来吗？无法度啊！因为伊已经假去啊，已经假去啊。另外，这有一个金蕉，一批金蕉伫遮。这个金蕉嘛，无法度讲生葡萄出来，生葡萄出来，生葡萄出来，伊就会发出葡萄。当伊念着金蕉树的时阵，伊嘛无法度讲哇，金蕉树，我念着金蕉树，所以我要发出葡萄。伊嘛无法度通发出葡萄，因为伊结连的毋是伫葡萄树，伊所结连的毋是伫正确的源头。所以，安尼咱通了解，耶稣在讲这个能力、生命的关系，毋是讲你做偌济你通得到。当你假去的时阵，你无法度通靠家己的气力，是因为你结连你发出生命的气力。因为你结连时阵，你发出生命的气力。第4篇第1篇第3节，这咱非常熟的经文，伊要亲像一丛树栽伫一株栽伫溪水边的果树。但是我看到现代中文日本的翻译，伊翻译了另外一个意思。迄个栽种伫原文有一个意思，就是移植、移栽，就是将这个果树刷到另外一个所在去种。伊讲。我用华语来谈，他说他像移植溪水旁的果树，按季节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不凋零，他所做的样样顺利。伊亲像这张树刷到伫迄个会当互伊继续大汉结果子的溪水边啊。伊原本的迄个所在可能无法度，可能毋是好的源头，但是当伊移植刷过来的时阵，伊讲伊每一个时刻，伊就结果子出来。伊的鱼仔嘛袂打去，伊所做的每一项拢非常顺利，毋是因为这个果树做啥物，是因为伊结连伫正确的所在。
最后一套这个经文，咱做伙要来分享。伫生命结连是伫主的话语，主的话语中，咱得到坚固。生命连结是伫主的话语中，咱得到坚固。最后，耶稣伫这段经文，伊搁一摆甲这门徒讲：恁若甲我结连，我的话就伫恁的内面。恁无论爱啥物，求就互恁实现。恁若结真侪果子，表示恁是我的门徒，我的爸会因为安尼得到荣光。耶稣继续讲，这项代志结连，不断出现结连。恁若甲我结连，我的话就伫恁内面，无论恁爱啥物，求就甲恁实现。耶稣讲，我的话，毋是伫迄个时代才发生的。耶稣所讲的迄个话，毋是只有迄个时代在发生尔，是这个时刻也在对你讲话。耶稣所讲的话，毋是只有迄个时刻门徒听见尔，毋是只有耶稣医治人，耶稣讲我医治你，耶稣讲你的信心拯救你，你的信心透放你，我安慰你，我告诉你，我帮助你。耶稣的话毋是只有迄个时刻。迄个时阵的人听见，是伫这个时刻，咱每一人嘛会当领受到这款的恩典，嘛会当领受这种上帝话伫咱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困难。耶稣讲，若含我结连，我的话就伫恁的内面。其实咱毋是无听过话，毋是咱无听过上帝的话，是咱可能无互话带到伫咱的生命内面。咱毋是讲无听过话，耶稣的话、上帝的话，但是咱无将这个话放伫咱的生命内面，咱常常犹原用这个世界、用咱原本的价值的话在甲咱讲话。所以为虾米伫咱教会拢常常推行爱读经？为虾米爱读上帝的话语？甚至为虾米爱导读？为虾米爱讲出话语？当讲的时阵，就发出气力；当你宣告出来，就发出气力。迄个话毋是只有伫内面，你嘛宣告出来，伫你的生命宣告出来，讲这是有气力的。最近今年开始，嘛在训练这提摩太青年，训练因爱导读，训练爱开嘴祈祷，训练因爱含主爱有搁较侪的结连，训练因爱为别人祝福，训练因爱用有从祝福的祷告，为彼此来祝福祈祷，用导读宣告出上帝的话语，宣告出上帝的气力伫你的生命。有时咱毋是无听过，是无用话浸入到伫内面。昨暗时这提摩太的聚会，我昨去教导因安怎用有从祝福的祷告，嘛教导因安怎继续用上帝的话放伫祈祷内面。昨要结束的时阵，阮分组两个互相为彼此祈祷。昨暗时分到是一个国中1年的学生，我含一个国中1年的学生爱练习爱互相祈祷，互相讲上帝话语来祝福。当我甲这个1年的学生，我甲祈祷祝福了以后，这个学生甲我讲，伊甲我讲，牧师，你已经是牧师，我阁需要听上帝的话吗？牧师，我毋知要安怎替你祈祷啊。我就甲讲，咱今有一段的经文，我有一段的经文，你着用这段的经文为牧师祝福。你着用这无共款的方面为着牧师祝福。然后这个1年的学生就开始学习用上帝的话祈祷，上帝的话来祝福。这款的方式虽然是一种练习，是一种操练，但是帮助人讲出来的时阵，你会记得。当讲出来的时阵，为帮祝福的时阵，毋那是你家己领受尔，你嘛祝福出来，或者话，搁一摆嘛转到伫你的生命内面。其实咱毋是无听过，是咱敢有真心将话放伫咱的生命内面。葡萄树甲树枝，上具体行动，就是真实用耶稣的话去生活、去服侍。当耶稣的话带伫咱的心内面，咱的祈祷、咱的服侍、咱的生活的方式，咱才有法度会当和上帝的心意是共款的。中文叫做对齐，咱才有法度和伊是共款的。
耶稣讲，人若含我结连，我的话就伫伊的内面，恁爱啥物，我就互恁实现。重点是耶稣的话伫咱生命内面的时阵，咱求啥物才真正会当符合着耶稣基督的旨意。若无咱犹原阁是靠家己的想象，靠家己的气力伫祈祷。所以最后这段经文，哥罗西书第3章16节讲，恁着爱互耶稣基督丰丰富富的信息带伫恁的心中，而且是永永远远带伫恁的心中。所以最后结果子，毋是一种压力，嘛是一种责任。看这个经文刚刚我爱结果子哦，我爱结偌济果子。结果子毋是一种责任，毋是一种压力，这是你含主连接自然的成果。嘛免着去讲你即摆有结偌济果子。重要的是上帝搁较要紧，伊所看重的是你敢有含伊结连做伙。上帝搁较看重的是你敢有含伊结连做伙。阮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的生命真正是真做是含伊不断结连的，伫伊的内面得着生命，伫伊的内面得着安慰，伫伊的内面得着鼓励，伫伊的内面得着医治，伫伊的内面得着生命的瓦壳。愿上帝使咱每一个富强教会兄弟姊妹，也互咱透过这个经文，搁一摆来思考，咱的生命要结连伫对，咱生命的源头伫啥物所在？伫今日讲道结束了后，咱要做伙先来唱一条回应的诗歌。然后伫今日礼拜嘛有一个特别的程序，就是咱今有每一个月一届医治祈祷的时刻。所以咱等下要先做伙唱这条回应的诗歌，叫做《耶稣你听我》。当咱咧唱这条诗歌的时阵，你嘛